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个会当一摆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三角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伫这混乱的世界中，疫情会扰乱，阮犹原还阁会当伫个即个所在来敬拜你，实在是你对阮极大的疼。主啊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会当看起你是偌尔啊疼阮，互阮知影阮的宝贵，互阮会当看重阮家己。恳求主，你将活泼的生命赏赐互阮，互阮伫逐摆听到你的道理，听到美妙的音乐，拢会当互阮的生命更新变换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毋知兄弟姊妹有看到咱教会今年的主题，年度的主题是变化更新，转化更新，互人蒙福。一个主题，因为即摆已经到了将近年底，是咱爱去算数，咱今年有进步吗？或者是咱的生命退步啊？真紧，今年就要过去啊！一个勇敢面对家己会软弱的人，伊才有进步的可能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加勒泰书是保罗所写的批信。伫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因对信仰无明。因的生活习惯、甲因的价值观，犹原拢甲因过去的信仰有关系。甚至犹太人的宗教、犹太教的人，尾仔来信耶稣的人，伊嘛常常想要强迫基督徒，都爱亲像因同款去受割礼，甚至甲因同款去受律法，因为因受着这律法的约束，久，所以。因真容易就会变做因生活的一部分，伊嘛爱别人对因来安尼做。其实伫咱的现在初代来信耶稣的人，嘛是有相款这的问题。虽然因信了耶稣，因知影上帝是上界伟大的上帝，但是因过去爱算命、看风水、看星座学。这个习惯，因并无改变，所以因就去听一寡人讲啊，不要紧啦，这吼其实星座学啦，这等吼，拢是有科学的根据的，吼，因拢有咧做研究的，所以咱莫家规安这个歹的去，吼，咱这拢是科学，听起来亲像那像有道理，却违背了咱的基督信仰的概念。所以保罗伫个初代教会，嘛是拄着跟咱即摆相款的一寡信仰的问题。咱会知影，当咱若信了耶稣基督，咱的罪就得到赦免，咱就得到自由。咱无必要亲像犹太人行割礼，嘛无讲爱去守迄个律法，因为耶稣来。对咱的要求是比律法更较悬。律法叫咱袂当做这，袂当做迄，但是耶稣讲，你心内的动机更较重要。你若看到一个人，你意爱伊，你头脑想的是无好的，你就已经做了无好的代志。所以，即摆上帝对咱的要求是比凭律法更较悬的。所以，咱毋是靠着。做啥物来得救？咱是靠着迄个受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伊为咱的死，伊用生命来交换咱的生命。所以咱的心内若是相信伊，嘴里嘛承认伊是主，咱就会当得到这个宝贵的救赎。
所以咱因为耶稣，咱入来到这个教会了后，这就是一个大的家庭。无论你是几岁，咱拢是兄弟姊妹。伫遮无分你是医生、法官，或者是董事长，还是你是职员、打扫人员，咱拢是兄弟姊妹，拢是天顶的国民。那呢，咱就毋通搁再受到世界价值观来影响咱。今仔日我要讲的部分，就是伫经文内底，咱来疼别人亲像家己。但是要疼别人亲像家己的时，你是毋是爱先知影你要安怎疼你家己？你爱将疼你家己的能力，该找倒转来，找倒来迄当初上帝所创造你迄个健康的家己。咱拢是上帝所疼属灵的囝儿，咱爱认清楚咱宝贵的身份。伫几个礼拜前，蔡牧师伊就开始伊的系列的主题属灵的囝儿。伊不断提醒咱，信了耶稣了后，咱的身份就无搁再相款。咱来改变咱家己。蔡牧师第一讲，诚做基督精兵，到第二讲，运动员的特质。第三讲，上帝葡萄园的农夫；第四讲，上帝国的建筑师。接下来，蔡牧师嘛继续搁再讲属灵儿女的系列。每一个主题拢非常的重要，嘛真侪咱通好学习的所在。咱既然是上帝用重价甲咱赎回的，咱就毋通做人的奴仆。这伫哥林多前书7章23节讲，那呢，咱就嘛是搁较袂当讲做魔鬼的仆人。如果咱是基督徒，咱信了耶稣，却跟以前无啥物改变，咱犹原追求世界互咱的价值观，咱啥物货拢想要爱，想要夺，咱心内底的一寡规则嘛无啥物改变。安尼，咱就要来思考：我信这个耶稣是信真的，或者是信假？我有认真的信耶稣吗？或者是我敢若咧找一个团体，这个团体是认同我，嘛会当接纳我，安尼呢？如果安尼，咱就真正是非常的可惜。伫初信的基督徒，真容易会感觉讲，我就是伫咧外口拜这拜迄，拢无听我的应答，所以我才来信耶稣。所以会感觉讲，我信耶稣，耶稣就爱满足我所想要爱的，安尼才是听我。事实上，敢是安尼吗？有时阵，上帝伊若伤紧，互咱祝福的时阵，或者是互咱伤过济祝福的时，等到诚做咱的破口，等到咱会跋倒，咱会掠准讲是我家己足够。迄阵实在是因为上帝无随互咱是，伊要搁继续来磨练咱的生命，伊要增加咱的能力、智慧。互咱会当承接，伊要享受互咱的祝福。嘛，另外有一种来到教会的人，其实伊的生命是破碎的，伊是无法度随接受真多的祝福。伊爱上帝先将伊破碎的心，甲伊医好，修补好，安尼伊对上帝认捌较会正确，才袂去误会上帝。所以，当健康起来，咱才有法度去接受上帝对咱的祝福。安尼才袂亲像一个破空的水缸，伊是无法度将春雨、秋雨才雨水给流落来。所以基督徒爱努力打拼，是有方向的。
咱是爱按照耶稣基督迄个标来走，就是爱学耶稣基督的款式。所以，咱基督徒绝对毋是酷乱撞，也毋是拍拳，咱来拍空气。咱每一个努力想要将家己以前迄个歹改变做上帝所创造迄个好的时，咱每一个努力检查咱家己，感觉咱无看到，但是别人有可能已经有看到。所以，每一个拍拼努力改变的人，拢袂白白来浪费。咱来深深会记住，咱是耶稣基督宝血将咱赎回的，咱是非常有价值的人。所以，咱就毋通活伫咧别人甲咱带标签来认，因为过去咱伫咧教会以外，世界的价值观真爱用。你即个人生了是好看无好看，有钱无钱，或者是你会晓读册袂晓读册，等等来甲咱打标签、标签。所以当咱信耶稣了后，咱会知影，咱已经无属伫个世界，咱是属耶稣基督。不但耶稣遮尔疼咱，伊佫感动真侪的外国宣教师来到台湾。这外国宣教师冒着性命的危险，因坐船来台湾，离开因舒适的家乡，将福音传入来台湾。嘛有的宣教师，伊伫咧海上，就伫咧大风浪内面，死伫迄个船难。有的宣教师来到台湾，虽然平安到啊，却水土袂合，水土袂合，来真少年的时就破病来死。有的宣教师是伊的某囝，因为台湾的医疗水准无够，接煞来过身。遮尔侪人。为着咱即摆的信仰，付出了因一生的代价。嘛有真侪咱本土以前的传道师、看牧师，愿意无顾着别个人的啼笑，行入即个服侍的道路。加上我相信，咱每一个信主以前，嘛侪人拢咧替咱祈祷，传福音互咱。所以每一个当真做基督徒，咱拢爱会记住，这拢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咱信主了后，咱来看当，咱的生命跟过去无搁再相款。虽然别人看你相款，但是你家己心头爱清楚。所以咱信耶稣了后，咱来看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要安怎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？就是爱常常密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嘛邀请耶稣基督进来咱的内心做主做王。因为咱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主，有缘活伫这个世界中间，当咱活伫这个世界中间的时，咱真容易就会伫咧别人故意或者是伊无小心来甲你得罪。相反，咱嘛是会得罪别人，咱嘛是伫咧无小心的时，或者是有当时啊真气调讲戳他一下安尼。所以咱人就是常常会互相伤害。但是咱一定爱改变，咱来密伫咧耶稣内面的时，是要互耶稣来甲咱保护、甲咱安慰、甲咱医治，莫互咱即个伤搁再刻去伤害别人。有时阵，咱邀请耶稣入来咱的内面，嘛是因为咱需要上帝的话来成做咱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。若无咱家己用着过去的经验、价值观和学问，常常嘛是会甲咱人生行甲
乱糟糟。因为一般的人若无上帝同在，真容易当别人得失咱就怨恨伊，就无想要下来伊。那拄着做代志，不管是服侍还是找头路，咱拢嘛希望讲会当愈轻松，钱愈济愈好。却毋是先来想上帝，这是毋是你对我生命的计划？但是咱有咱的上帝，伊无所不知，伊会知，伊是咱生命中上界好的教练。咱虽然无好，伊犹原疼咱。就算是咱行了迷路，伊路尾嘛是会将咱找回来，互咱行伫真理的道路。所以，咱真正常常需要秘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来闪避世界的凶恶和诱惑。咱嘛爱伊诚做咱生命的光来光照咱。检测初信的基督徒会听甲无啥啥。是安那，咱的心念了遐尼大，大概会当甲咱包入去；念了小，世界会当走入来咱的心内底。你毋通怀疑，咱的上帝确实会当大甲超越你会当想象的。伊嘛会当世界你看袂到，因为伊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。当咱愿意亲近主的时，主那常常会来甲咱提醒，这是一个非常宝贵。如果有人愿意对咱讲实在话，提醒咱真正是爱感谢主。像我 PPT 等者有一个所在毋对，就有人去甲蔡牧师讲吼，我真正非常感谢伊。我毋知伊是啥物人，总是咱基督徒的进步是需要靠着兄弟姊妹大家互相来帮衬，才会当进步。讲到圣神这个宝贵的保惠师，伊若提醒光照咱的时，咱来勇敢去面对咱的黑暗的所在。安尼，咱才有法度甲迄无好，甲伊拼出去，互主来甲咱洗清去，咱才会当渐渐恢复迄个健康和圣洁。就亲像伫彼得后书3章9节，上帝伊要提醒咱。伊无马上处罚咱，就亲像彼得后书3章9节写，主并无亲像人一般的人所想的，因此无实现伊的应允。反正伊宽容恁，因为伊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这甲咱讲的是讲上帝。伊毋是想要爱处罚咱，伊搁较爱的是咱悔改来到伊的面前。我就想到旧约圣经的扫罗王，当伊互上帝甲伊选调，成做国王的时阵，伊迄时非常的谦卑，伊甚至感觉讲我只不过是以色列人12支派中上界设迄个便雅悯支派。而且，阮兜抑阁毋是什么大户人家，只不过是一般般的家庭的囡仔尔。咱若对圣经有认真研究，继续读到撒母耳记上悬15章的时，伊写着扫罗王坐伫个王位，几落摆拢无顺服上帝的意思和命令。有一摆，上帝交代扫罗王讲：即摆你出去战争，爱甲所有的人和动物一切物件，拢爱甲伊灭无。但是扫罗王无安尼做，伊面对祭司撒母耳甲伊质问的时，伊犹原毋肯悔改，讲。上帝所吩咐的，我拢做啊。但是撒母耳讲，无呢，我还有听到牛的声和羊在叫呢。安尼做是安对来的。
扫罗王随用诡计的回答讲：哦，有啦，迄吼就是我要来给特别水的羊啊、牛啊，我是留落来吼，要献给上帝。你会感觉即种的讲法，嘛亲像真侪人爱去买彩券，讲啊，我若得着，我得当好好来奉献给上帝。咱人的心非常的诡诈。咱若读了规本的撒母耳记，咱就会当看到扫罗王伊内心的转变。当咱人拄着利益、权力、地位，咱的本性就会改变。所以，若毋是圣神不断咧甲咱提醒，咱真容易嘛是相款，亲像扫罗王安尼，找真济理由来甲咱的罪合理化。所以，咱基督徒毋通阁再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听咱家己，咱来勇敢来面对咱的软弱。互耶稣基督的刚强，真做咱的刚强；互圣神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，互咱会当拿活拿自由，无互遮的名声地位来甲咱捆绑，嘛无再活伫别人对咱的看法、对咱的论断和标签。咱既然是属于上帝属灵儿女，咱就爱活出无相款的生命，爱活了亲像一个基督徒，伫咧各方面，互别人来欣赏你。欣赏你有一个自由，有一个自我尊重、自信，一个听上帝并且听家己的人，伊一定会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听别人亲像家己。听别人亲像家己以前，就是你爱先学会晓听你家己。讲到听别人亲像家己，这个经节就是我写了毋对的，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2章30节到31节。你爱专心、专情、专意、专力听主你的上帝。第二是，你爱听厝边亲像家己相款，无其他的改变，比这更较重要。要听别人以前爱听家己，但是要听家己，实在嘛是无简单。因为我看起真侪人听别人较紧，因为伊看到别人有需要，但是常常忽略伊家己的需要。所以我要鼓励大家，如果你已经知你是属灵的囝儿，但是你迄是伫咧理性顶面，你知影你有这个位置，你有这个身份，但是你毋捌互耶稣，毋捌互上帝甲你听过，你就会当甲上帝来恳求，因为别人较济见证，拢袂达咧你家己一摆去担着主听你的迄个甜蜜。捌有一个姊妹，伊伫咧30岁左右，拄着真济困难，互伊无想要搁再活落去，伊想要结束伊的生命。但是伊听到一个声音甲伊讲：“你是我所听的囝儿。”这个话听起来亲像嘛无安怎，真事上真平常。但是当圣神临到的时阵，这句话就带着大开来改变这个姊妹伊想要自杀的念头。后来，伊成做非常有名、非常好的咨商师，伊帮助了真侪人，因为伊先甲家己疼倒转来。所以，伊嘛知影要用什么办法去帮助遐个失落家己的人，将伊家己找倒转来。
一个无疼家己的人，是无法度去疼别人。所以接纳家己是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咱常常，咱拢无疼咱家己，咱家己会感觉讲，咱比袂着别人，不管是伫金钱，或者是名声地位等等，有当时咱会家己会自卑，或者是有个人，伊捌伫伊的人生做了伊家己无法度原谅家己的代志，安尼对家己有真济会悔恨、堪受气的人。这种的人，伫伊内面并无疼伊家己，但是伊表现出来对别人的疼的时，这种疼有时是非常的可怕。因为这种的疼，伊若无得到相对的回应，有的人是会用暴力去对付对方。所以无疼家己的人，是无法度互别人疼。因为家己无的，当然嘛无法度互别人。所以咱来搁倒转来，上帝的阿加贝的疼。上帝既然安尼来接纳疼咱嘛应该会安尼来接纳咱家己的现在和过去。上介好，咱不但是疼上帝，疼咱家己，咱嘛爱去疼上帝所创造的兄弟姊妹。然后咱毋通用错误的疼来疼咱家己。伫加勒太书5章16节讲：恁的言行爱顺服圣神的引带，毋通满足家己本性的欲望。就是甲咱讲，咱毋好停留伫个疼这意爱这世界，亲像扫罗王相款。上帝对咱的疼，和世界的疼是无相款的。人的本性和肉体所意爱的，常常是和圣神的引带是违背的。人的意爱是较舒适、廉价快乐，互人甲咱看重、看有起，互人娱乐，互人需要，感觉咱的重要性。有时咱嘛真容易去怨妒、攻击别人，抢夺一寡资源和好处。咱了解讲，咱若得到这个，咱就是爱咱家己。其实这种的思想，你若认真伫个圣经内底来读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的疼和上帝讲的是无相的。这种的疼的思想，是对魔鬼来的。因为魔鬼伊是敬拜的天使长，伊的地位已经是非常的悬，但是伊想要悬，搁要搁较悬。伊未满足，伊已经做甲天使长，搁是敬拜的天使长。伊要亲像上帝相款，互人来甲伊娱乐，互人来感觉伊足够，所以地高。犯罪，互上帝甲伊拍落人间。再来讲到咱疼别人，嘛是爱有一寡界线。顶礼拜有一个姊妹，伊的身体无啥爽快，但是伊足有疼心的。伊甲我讲：“牧师，你要跟我做去共探访无？”我算算，我昨客语团契，我爱讲到今仔个爱讲三工，我就甲伊讲。好毋好？咱搁再约另外时间。落尾伊甲我讲，其实伊的身体无爽快，嘛是无适合去探访。所以咱来先了解，咱家己的状态有好状态有好势无？这是疼家己的一个上界基本的开始。所以我听这个姊妹来讲，我感觉真有趣味。我当然今仔日的信息听了，
咱大家拢会当伫上帝的价值观内底来听咱家己。另外，咱来好好照顾咱家己的情绪和咱的感受。以前一日过一日，我根本毋捌咧想讲情绪是啥物物件。敢若知影讲，是海有当时啊，我就会压起来，会无欢喜。但是这拢非常的重要，这是上帝赏赐予咱的，这是咱内心的反应，这是要帮助咱了解咱家己，互咱知影咱即摆是欢喜呢，还是伤心呢？是惊吓呢，还是讨厌呢？这拢非常的重要和宝贵。透过这个情绪，你会当了解你家己，嘛会当对别人的反应，你来了解伊。安尼，咱就会当互相更较认捌互对方。有的人伊毋敢表达，伊一直互人压制，甚至伊想要共人讨好，伊啥物货拢要做甲上界好，爱人欢喜。讨好别人到一个地步，伊已经毋知影伊家己是啥物人。伊的情绪一直互伊压落去了后，直到伊的肉体嘛真正破病啊！甚至有的人伫咧精神上压制了后，得到忧郁。所以咱爱好好来关心咱家己的情绪，嘛将咱的一寡想法交予咱的上帝，来帮助咱会当行了更较细正。求主予咱有即个分别的能力，嘛予咱会当互相相听，但是毋是操控别人。其实一个操控的人，伊家己无自由，因为对方若无要听咱的，咱就受气啊。伊家己无自由，对方嘛无自由。所以，互咱放弃迄个操控别人即个习惯，互咱的听是单纯的。另外，咱嘛爱注意，当咱会听特别用完的时阵，咱感觉真野心，听袂落去的时阵，咱就要紧紧转来到上帝面头前，恳求上帝，搁再一摆，将伊的听来灌压落来咱的内面。互咱迄个听的水管会当满起来，互咱个迄个气力搁再徛起来，搁再去听别人。千万毋好伫咱已经用了啊，已经即个听拢无啊，咱搁硬硬要去做，安尼常常就会按即个听内底变做怨恨。所以，咱来好好照顾咱家己的情绪，咱听迄个能力，再来讲到听是爱有智慧的，听爱听了拄啊好，这是真歹做到吼。因为我家己嘛是拢要搁伫咧学习的中间，那听了伤过济，咱就容易变做溺爱，安尼是会妨碍到对方伊的成长，甚至你会互伊无法度长大，造成咱家己个人的重担。但是咱若听了无够，或者是无公平，嘛会变做一个遗憾，会变做对方伊会带着怨恨，甲咱相甲斗阵。现在真侪父母甲囝儿中间，夫妻中间，男女朋友中间，同事同学中间，咱拢是需要有听迄个智慧。我牧会了后，看过有的父母用尽伊所有的心神，包括金钱、体力种种来栽培伊的囝儿，甚至上将伊的囝儿送到国外去读册。留学回来了后，这囡仔去上班，无几个月，跟公司的人袂合，就受气，就走回来啊！一走回来，就无搁再出去啊！所以我看到这个兄弟姊妹，
年纪已经到70-80岁，有缘咧煮三顿互伊的囝食的时，我心内真正非常的艰苦。我嘛对我家己一直咧提醒，因为我嘛是属于疼囝迄一族的吼，所以我逐摆咧讲道的时，上帝拢是先来对我讲话，爱我有先有改变。所以我意爱咱每一个在座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对上帝遐得到智慧，来教育咱的囝儿。我嘛看到有真侪男女朋友，一边直直苦苦咧付出，苦苦咧听对方，但是落尾却换来对方的背叛、含分手。所以咱非常需要上帝时刻赐予咱有够额的智慧，来面对咱人和人中间迄个关系。最后，我要用圣经甲咱讲的，圣经甲咱讲，咱着三听，因为上帝先听咱，即个听是阿甲的听。如果咱无先按咱家己听起，咱开始听家己，咱可会当期待什么人来听咱呢？这种的听，毋是肉体。体贴家己迄个听，或者是无节制咧追求世界的名声地位、世界的价值观，毋是即种的听，是顺服伫圣神的引带，会当活伫个平安喜乐迄个心境内底。上帝的听，才是听的源头。只有伊无条件纯洁的听，才会当满足咱每一位。愿咱大家互上帝听了后，拢会当诚做上帝听的大使去听别人。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，牧师期待恁会当找一个时间，安静伫个上帝面头前，求圣神来帮助恁，好好想看卖。恁有好好听家己吗？或者是恁亲像真像亚洲的父母，拢不断的互囡仔一直嫁出去。咱来好好想看卖啊！按即摆开始，咱来安怎来听咱的周围的人？安怎好好来听家己？安怎用上帝的听，上帝所欢喜的款式来听家己？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搁再一摆承认，阮家己并无注重看阮家己，甚至讲听阮家己。你甲阮伫一个受伤无健全的下面。我嘛常常就会将这个无满足、受气、受伤，转转去伤害阮身躯边，或者是阮的同工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先看到你安怎听阮，互阮会当学习到你安尼听阮，阮嘛爱亲像你听阮安尼来听别人。恳求主，你互阮时间。阮知影，阮毋是知影了后就随做到100分。主，互阮会当渐渐进步，互阮的听是纯洁，毋是要交换条件、有目的的听别人。互阮听是因为你先听阮，所以阮着三听。恳求你将这个学习。互阮会当实实在在落实伫阮的生活内面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